如果你的时间每天都会重置，你知道会发生什么？首先，你会不再为钱发愁，可以尽情享乐，和无数名门微笑一夜风流而不计后果，因为你知道第二天一切都会重置。然后，你可以用无尽的时间去掌控无数信息，学习无数技能，登上从前不敢想象的人生巅峰。最后，你会厌倦这一切，开始不断寻求刺激，肆意妄为，直到时间再一次重置。而这就是我的故事。我被困在那一天，历经一切。所以你是说，你被困在了时间里，重复了今天30多万次？对，准确来说是1000。这是你追小姑娘的手段吗？不过你编的故事倒还蛮有趣的。我说的都是真的。真的？那你就不怕我给你宣扬出去？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对我来说，明天一切都会重置。我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人。等我再次醒来，我们就是陌生人。我才不信你！我约的闺蜜不了了。你闺蜜不会来了。嗯？我说了，今天对我来说是不断重复的一天。我不是第一次见你，这酒吧我常来，在座的每一位客人我都认识，也包括你闺蜜。你闺蜜她男朋友来了，给了她一个惊喜。再过9分13秒，她会给你打电话，说她不来。都能精确到秒，这么仔细。好啊，我就在这儿等电话。如果他没给我打电话，我看你怎么编。好。呀，美女，这小子是不是在骚扰你啊？只要你陪我大哥喝杯酒，这口气我帮你出了。你能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放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放开我！放开他吧。小子，别他妈多管闲事，信不信我们哥几个我操！这小子敢动手，干他！死人的！我不在。死人了！死人了！走！你怎么能？没关系，反正明天一切都会重置。刘胡子，长本事啊！敢在王状元的酒吧闹事，你大哥赵拐子就是这么教你做事的，不怕他把你沉江未语？你认识我大哥，你还知道王状元？你应该问我，整个东海市的大人物，我哪个不知道？行，就算你是王状元的人，你这出手也太重了吧？这不合规矩。喂，你怎么知道我私人号码？你谁呀？赵拐子，你可以啊。5月集会的时候怎么说的？你连手下的兄弟都管不住，你这是要站起来，把东海市再次扰乱。你知道5月集会的事啊？您是？李公子让我给你带个话，如果再有下次，就不是打电话这么简单，明白了？您说李公子？那您是？我错了，我不该打你了。您放心，
我这就收拾这帮王八羔子。大哥，我是，大哥我错了，好，我知道道歉，哥，我错，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想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把我放了，滚！哎，好。喂，芊芊，不好意思啊，阿伟突然回来了，给了我个惊喜，我不能去酒吧找你了，明天我请你吃饭，我先挂了。狗东西，见色忘友！9分13秒。什么9分13秒？等等，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信我了吗？你会未卜先知啊？不是未卜先知，我说了，这一天对我来说是不断轮回的一天。我也不是第一次见你。我知道了，你跟我的闺蜜认识，你们俩合起伙来耍我是吧？算了，不想说。就是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被我揭穿了吧？你不用不服气，而且从你刚刚说的话，我都能找出破绽。哦，你不是说这个城市里颜值达到8分以上的女孩你都睡过吗？那他你睡过吗？睡过。吹牛！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李若冰，江城第一美人、第一女强人、第一女总裁。我要商学院毕业，年纪轻轻就有自己的饰品品牌，追他的人都干不见他伪道。就凭你，一天真能拿下他，我才不信。没错，李若冰确实很强势，想要在1天之内拿下他，绝对不可能。但是我可以不断的把这一天重置，我可以先用5天的时间来调查他。虽然说第6天他还是不认识我，但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喜好、兴趣、职业、人生观等。说白了，在无尽的时间面前，没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在漫长的试探中，我找到的他致命的弱点，足以让我轻松把他拿下。什么热点？你猜猜，黑玉芝。王状元的人到了，该走了。害怕？不怕。大哥，人到齐了，我倒是要看看谁敢跟我花河酒吧闹事儿。王状元，东海4大地图蛇之一，太人了。刚头的车，要跟我一起走吗？我好像遇到了一个很神奇的人，带我回家。我不是8分以下的女人。
现在几分？9分。你就住这儿，这么低调？什么低调？我本来就住这儿，我家老房子。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什么大人物吧？我不是。我才不信呢！他们那么害怕你，你打一个电话，他们就给你下跪磕头，你还偷开了人家的兰博基尼，你能不是什么大人物？你怎么还不明白啊？我已经持续今天一天，持续1000年。在这1000年里，我可以不计任何的后果，用各种手段掌握太多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我就是全知神。听不懂，不过我愿意相信你说这些都是真的。所以，无论我们今天做什么，明天睡醒以后都会重置你。我不认识你，我们也什么都没做过，对吗？是。那既然如此，你还等什么？武器。什么武器？Wipe my glass, tell me nothing lasts, like I don't know. Bad, bad news, one of us is gonna lose. I'm about to you're the feels, just add some friction. You are my strange addiction. You are my strange addiction. You are my strange addiction. 所以你是说，你被困在时间里？这一天对我来说，是不断轮回的一个节点。又一个轮回开始了。喂，坏家伙，你不是说7月7号会不断重复，每天都重置的吗？现在都7月8号了，电视。7月8号了，我的轮回结束了。喂，你个骗子这！混蛋，也不知道清理。 7月8号了，7月8号了，7月8号了！1000年的时间牢笼，我终于解脱了。看到吧，世界，你们将迎来一位历经1000年磨难、全知全能的神！那个，没事吧？我好得很，我没事啊。可我怎么感觉你……闪亮，开门！他们敢动我们的车，找死啊！糟了，被发现了1000年的轮回让我做事情不计后果，扯虎皮扛大旗，确实惹了一堆的麻烦。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轻则我当街被人打残，重则锒铛入狱。不过这样游戏人间，纵情欢愉才有趣啊！哎，你怎么还自言自语啊？他们可是东海出名的打手，凶得很，被抓住的话会死的。想抓我，就凭他们。怎么办啊？
飙个车吗？什么？左了。不行，他们人太多了，早晚会被堵的。别着急，我打个电话。喂，李若冰。李若冰，你认识你是谁？你身边有叛徒，已经在你身边潜伏2年了。除了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外，他还按照吩咐，随时准备窃取你最新产品研发资料。我再问一遍，你是谁？见面说吧，好心提醒你，你也不想输掉赌约吧？你知道赌约？你到底是谁？我你的时间不多了，回家吧。怎么办？我们是不是玩脱了？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做好了。行不行？没事吧？我都要让你吓死了，你个坏家伙！情况紧急嘛，后面有人追，我也没办法。不过你这车技真好，这么多人硬生生给甩开了，你怎么练的？我跟你说过，我都轮回1000年。呸！骗子！同样的套路，你还想骗我第2次？那你后悔跟我回家了吗？对啊，我后悔了。你赶紧让时间重置吧，快点！你到家了？哎，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哦，我知道了，是我闺蜜告诉你的吧？这狗女怎么什么都说？哎，你要是逃不掉了，记得给我打电话。糟了，我还没有她的联系方式啊。不过我闺蜜跟她关系应该很好，明天我去找她，自然就知道了。哼，臭男人，逃不掉的水戏。赵拐子、王状元，这些都是李公子派系的人。与其与他们纠缠，不如直接搞定李公子。这个李公子最听他姐李若冰，所以3、2。来了。SAB 第7所，我已经到楼下了，地下车库，白色兰博基尼。我派人去接你。李若冰，东海第一美人，普通人想要见她一面，会说是千难万难，可对于我来说，易如反掌。先生，请问，走吧。奇怪，这个人看起来像是一个没什么钱的在校大学生，老板为什么会让我亲自下楼接这样一个人？先生，请。进。老板，人到了。Hello， 比我想象的年轻。李老板，辛苦。这办公室的陈设不错嘛。这也太嚣张了吧！
你先出去吧。吴晨是吧？嗯。东海大学计算机系，父亲吴大海，母亲张秀娟，在小县城里经营着一家拉面馆。你还有个妹妹，叫吴娇，现在正在上高中。不愧是李老板，神通广大，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把我调查的这么清楚。我还以为是谁冒用了你的手机卡，没想到就是你，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毕业生。哎，我什么身份不重要，长话短说，给我1000万，我告诉你叛徒是谁。谁派你来的？我一个人。你可以把我理解成一个情报商人。我知道很多你感兴趣、你很重要的事情。你给我钱，我告诉你，公平交易。一个陌生人突然来找我，跟我说有叛徒，还问我要1000万，还说公平交易，觉得可能吗？我警告你啊，如果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哇哦，今天就别想活着离开这儿。你想杀我？不过你没有这个，你怎么杀我？什么时候？是那个时候。可他怎么知道手枪在抽屉里？就算他知道，他怎么可能在走过的瞬间将弹夹拿走，而枪还留在抽屉里？李老板，冷静一点，这都不像你了。我对你没有恶意的，我之所以来找你，只是为了钱，这是一场交易。我希望你能明白，这女人疑心太重，我找她得有一个动机，为了钱就合理了。也怪我这次没针对她提前布局，导致她把我戒备心拉满了。不过，我记得上次睡她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事了，还别说，蛮怀念的。那你觉得一个什么样的人值得我花1000万？这个叛徒啊，他会毁掉你的新品发布会，你也不想输掉赌约吧？给我1000万，我告诉你叛徒是谁。你再给我加1000万，我可以跟你说一说一些关于你弟弟的事情，事关你弟弟的人身安全。他要出事，你知道吗？吓唬我？我不是吓唬，我知道你这个人软硬不吃，就连你家老爷子你都敢当街骂他2句，我威胁不到你。你似乎很了解我。李若冰今年27岁，李家的长房长女，你家老爷子重男轻女，所以你从小就感受到了区别对待。你不服，你想争口气，你想给所有人都证明女生也比男生强，所以你从小你的性格就像个男人一样，就连打群架，男孩子都怕。你一起长大，你最受宠的弟弟，他都要怕死。你不肯向命运低头，但是始终逃不过家庭联姻的魔咒。丁家长子丁瑞楼，你的联姻对象对。你也想过要一走了之，但是你的母亲以死相逼，所以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就是你和丁瑞楼定下了一场5年之内。你们2个的企业，谁做大做强，谁就赢。你要是输了的话，你就要嫁给他。够了，李老板，我再说个小秘密，你不近视的，你之所以戴眼镜，是想营造一种和人的距离感。你的霸道，你的强势，你的不苟言笑，都存在着一些伪装的成分。不得不承认，你把我摸得很透。但你知道，说出这些你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吗？
我当然知道了，我太了解你了，我让你感受到了威胁，你要么把我控制起来，要么让我人间蒸发，对吗？知道还敢说啊？富贵险中求嘛。我还知道你的房间里面啊，一共会藏3把枪，那你猜猜，另外2把是不是在我身上？已经很久没有这种被人看透、被人压着的感觉了。被我压着的感觉还有很多，以后你会习惯的。进。老板，这份文件需要你签。丁瑞龙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背叛老板？说。等等，出去。不是我，老板，我是被冤枉的呀！被冤枉？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的瑞士银行会多了500万美金？什么呀？什么500万？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不是我的！别动！老板，你看，我手机上什么都没有。资料拿到了。大人我错了，大人我错了，大人我错了，我错了，大人我错了，大人我错了，我错了。来人！现在可以把1000万转到我的账户上了吧？我什么时候答应给你啊？银行卡到账2000万元。哟，2000万，转多了。现在可以告诉我弟的事情了吗？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相信我已经掌握了一些情报，但是你依旧在怀疑我，你觉得我在换取你的信任，甚至认为我就是丁瑞龙派来舍弃冯岩来跟你演戏的人。所以呢？所以，只要我跟你说了你弟弟的事，你就会向我开解，是不是？所以我不介意假扮你的男朋友。丁瑞龙最在意的就是这个，他不想被戴绿帽子，就算是假扮的也不行。怎么样，李老板，考虑一下？你不怕死？富贵险中求嘛。再说了，我能搭上你这层关系，我的人生才会有趣，不是吗？有趣，我越来越喜欢你。不得不承认，你很特别，你很有勇气，很有魄力，还这么年轻。如果就这样离开世界，那太可惜了。你不怕？我太了解你了，你要真想杀我的话，会直接叫人进来。所以这只是你跟我开的一个小玩笑，我为什么要怕你？再者，你也打不中我，千年轮回一身本事，可不是白练的。我真是喜欢死你。你倒是挺得意啊。能做东海市第一美人的男朋友，我为什么不能得意？好，从今天开始就是我男朋友了。嗯。那现在可以告诉我弟弟的事情吗？
这件事情关键就在于东海皇冠娱乐会所，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你弟弟锒铛入狱，重则身首异处。说，剩下的我要见到了你弟弟才能说。这次你一定会相信我。哥，跟我去认人。乱子，敢用老子的名号叫人撞骗，不耐烦了？拐子，他昨儿真是这么说的。他说。喂，姐，你在哪儿？我在店里呢。好，我来找你。性子还是这么急，不说什么事儿就过来了。都说李公子和大小姐亲，没想到这么亲啊！换成别人，敢挂他电话，几条命都不够死的。既然大小姐要来，那我们就先不用，坐，再说说那小子的情况。敢用老子的名号叫人撞骗，老子要亲手剁了他！李公子，这事儿都是胡子李公子，我看这小子挺懂道上规矩，应该不是第一次拿您的名号出来招摇撞骗，不然我也不能给他跪下，是吧？李公子，他这是完全没把你放在眼里呀。好，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李某人的面子就不要了。狗东西，骗我下跪，这下看着还不死？李公子，那小子胆大包天，还偷了我的车。不过他车技很好，我那么多人居然堵不到他。什么？这人竟然胆大包天到这种程度，伤我赵拐子的人，偷你王状元的车，还借李公子的名，这作死没有这么作的呀！咱们东海什么时候出了个这么牛逼的人？你们找到他，要活的，我要亲手捏死他。你放心，我们一定找到他。大小姐好。小姐来了，先走吧。见过大小姐。姐，什么事这么急？让你亲自过来。哎，刚抽完烟，我给你下水。李公子这样的凶人，在大小姐面前跟奴才似的，不愧是大小姐。就是他，大哥，昨天晚上就是他，真是的。哟，一屋子熟人，谁跟你熟人啊？现在套近乎也晚了。哦，对了，昨天见车玩，喏，要车呀，车就停在 CBD 7座地下车。好，我的车你也敢玩，还敢回来挑衅？李公子，我们别跟他废话了，直接拿下，断手断脚再沉江。李公子，让我来。让爷，小心血溅在你身上。放肆！我平时怎么教你的？敢对你姐夫不敬？什么？姐夫！哎呀，若冰啊，别这样，你弟弟也大了，给他留点面子。看看，你姐夫还听你说话吗？还不叫人？姐夫好。好，完了，这下事情大条了。
本以为是一个骗子被这小子给耍了，结果到头来又绕回去了，真是个大人物，还是李公子都不敢惹的那种。我居然就要把李公子的姐夫李小姐的男人给弄死，我完了！小弟，你手下这些人好没规矩。对不起，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跟我男人说。不是，这家伙到底何方神圣啊？怎么能让我冷若冰霜的老姐露出这副表情？吴少，万分抱歉，刚才对我得罪，这样我愿意来只手赔罪。算了，不知者无罪。若冰啊，我这第一次见你弟弟，这把场面搞这么血腥，他脸上挂不住。就你会说话，我男人宽宏大度，还不谢他？是，吴少，这个车就送你了。那就谢了。多谢吴少不杀之恩，我们当牛做马也要报答您。那就做马，那就做马。行了，滚吧。不是姐，他真是，不是姐，他真是，姐，天哪，李小姐该不会是怀孕了吧？能拿下李小姐，还让李小姐怀孕，我们到底得罪了什么人呢？狗东西！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你这戏有点过了吧？走吧。你还真是像没出息一样。嗨，还别人知道上。你觉得我会？笑了，我姐竟然对这个男人笑了。姐，你那个不会真是怀？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别多想。我去，难道老姐真的怀孕了？是这个男人的孩子？长得挺帅，但看着也就20出头，这种嘴上没毛的小东西，怎么可能征服老姐？老姐一定是被这小白脸给骗了。不行，得揭穿这个小白脸的真面，拯救老姐于水火。行了，不说这些了。阿谭，今天来找你，真是有急事。姐，你说，让你姐夫说吧。你说我弟弟有大祸，现在该揭露谜底了吧？这小白脸把老姐吃的这么死，不行，太危险了，我必须弄死他。那我就长话短说了，你的这家皇冠会所越界，上面早在3个月前对你就已经有所调查。根据我现在所掌握的情报来看，不出1个月就会收网。到时候啊，轻则你牢底坐车，重则你们整个李家灰飞烟灭。有质地。现在这件事情目前还在调查取证阶段，有些人呢伪装成客人进来卧底，而有的一些人已经潜伏在你的会所内，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这个就是卧底的名单。不可能，我用人一向严谨，身边怎么可能安插了这么多卧底？我看你是在混淆视听呢。啊，这是你的反间计啊！还反间计，知道的顶多了。装不下去了吧？那就老实交代，谁派你来的？现在这些人身边啊，还有很多没有送出去的情报，一查便知。
老陈，我给你一份名单，马上帮我查一下营业部、餐饮部，搜他们所有人的房间，动作麻利点，10分钟之内给我回复。不错嘛，还挺聪明，知道先搜查房间，免得打草惊蛇。用不着你夸奖我，我丑话说在前头。要是这些人都没有问题，看我怎么弄死你！我等着你送我道歉。那正事都办完了，咱们中午吃什么？要不法国菜吧？你不是喜欢鹅肝吗？可我身体不舒服啊。那就吃清淡一点。我知道梧桐大街新开了一家餐厅很不错，要不回我家？我走。靠，都这时候了，老姐还有心情跟这家伙聊什么吃饭？他被骗的也太深了。难道？来人！把这个骗子拖出去，成交！李少，查出来了，大少出大事了！怎么回事？您稍等，跟我一起办。是。李少，这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证据，而且都和吴先生说的符合。真的，相信你很快就会明白，没有人会无缘无故拍这些东西的。配给我！把名单上的人都给我抓起来，立刻，马上！是。要是想死的话，那就去吧。等等，什么意思？很简单，如今想整你的，只是拿到了一些不关键的东西，而最重要的证据还没有拿到，所以才迟迟不肯出手。如果你提前出手，那就等于逼迫他们提前动手。你是想出口气，然后坐牢，还是安安全全的度过这一关？可是今天已经闹到这么一出，就算把这些东西原封不动的还回去，恐怕也……没错，你的事情应该已经瞒不住了，基本上坐牢是铁板钉钉。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走。你这种办法不可能，你又不是什么神仙。我说有，跟姐夫道歉，姐夫教您。啊！让我给你道歉？不愿意算了，你都不认我这个做姐夫的，那我也没有必要保你这个弟弟。你干嘛呀？他是我弟弟，不也是你弟弟吗？都是自家人，什么办法你就说呗。姐，你居然还会撒娇！我一定是看错了，我一定是看错了。闭嘴！我跟你姐夫说话。阿晨，不帮，他压根就没想认我这个姐夫。别这样嘛。你别太过分哦，我可是好情的。小弟啊，你只付了情报的钱，又没有给我解决问题的钱。你不行，姐都为了我求上人家了，我不能让她这么委屈，
不就是道歉吗？大丈夫能屈能伸。姐夫，你不是我的姐夫，谁是我的姐夫呀？哎呀，刚才真是弟弟错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哎，那个我呢，我也是怕我姐被你个坏小子给骗了啊。当然不是说您这个本事，您跟我姐绝配。也罢，那就看在你是弱病弟弟的份上，我教你两手。谢谢姐夫，您说，我听。其实啊，很简单，只需要做3件事。这第一个，分离死。啊？你不忍心？哎呀，姐夫，你有所不知啊，这个谢虎他是谢家的人，虽然只是旁系子弟，但也不能说啥就是啥吧。没说实话，你之所以不忍心，是因为这个谢虎在你面前一口一声歌叫着哄了你10几年，对吗？那你知不知道这个谢虎在背地里顶着你的名义贪赃枉法、欺男霸女，然后再把所有的责任扣到你头上？什么？不信啊？随你。哎，不是姐夫，你说的我当然信了。他妈的谢虎，竟然来背地里阴我，我一定弄死他！不是姐夫，这事你闹太大了。不错，所以你要派人去青岛荷塘庄园17号别墅，谢虎在那里养了一个姘子。这个女人不是省不得当，她一直想找机会毒死谢虎，独吞他的财产。我懂了，你的意思是，我只要推波助澜，他们就不会怪在我的头上，谢家也会因为家丑不可外扬而不敢对我宣扬。如此可笑也。你怎么连谢虎养了情人都知道呀？哎，姐夫，那第二件事？第二件事，销毁证据。纸笔。这，我来。这个地方主卧衣柜下面有一个暗格保险柜，保险柜的密码是571564，证据就在这，你派人去拿出来，毁掉。什么？姐夫，你连保险柜的密码你都知道？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派人去看看不？行，姐夫，都安排好了。第三件事，哎呀，这最后一件事，那就要看你舍不舍得了。你的这个皇冠娱乐会所要尽快的停业，你必须等风头彻底过去，才能再开业。这个好说，我马上就关门。不能直接关门，会让别人怀疑的。那怎么办？烧了啊！烧了，还是烧？姐夫，你知不知道啊？我这皇冠会所光装修就花了我整整5个亿，烧了我，哎呀，少一点就行，最好能够上新闻。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合理的停业整顿，重新装修，没有人会怀疑你，不是吗？这样的话，我就成了受害者，神仙也怀疑不到我呀！姐夫，这场太高，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好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事了。什么时候偷证据？什么时候杀谢虎？什么时候烧会所？顺序绝对不能错。好，姐夫，你放心吧，你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喂，
完了。啊？说多少？2个亿！我马上过来。姐，出事了，我得回去处理他。富盛铝业的沈老板来砸场子了，对吧？他又知道了，这怎么可能？这人是能掐会算吗？怎么回事？你走吗？一起去看看。这个混蛋，恐怕真是老姐看中的男人，不差一点假的那种。姐夫，我赢了，我赢了！哎，姐夫，你怎么知道是富盛铝业的沈老板？你安排人赢了他3个亿，他今天啊专门请了一个赌术高手，就是为了一雪前耻。啊，现成的他怎么干？放在平时确实不干，但是现在啊，你在他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姐夫，你这话是……你姐夫说的也没错啊，这次要不是他帮你，就完了。还不给你姐夫道谢？是，谢谢姐夫。事成之后，我一定好好谢谢你。哎呀，一家人啊，不用那么客气。先把今天晚上场子结了再说。李公子，好久不见，您春风依旧啊！看来姐夫说的没错，这家伙真把我当死人了。还好有姐夫。怎么样？实在不行就弃吧。输给我傲城鬼手刘冰，不丢人。再来。我来2个。啥情况？姐夫还会这个？哎呦，又换人了，这还换了个小年轻。李公子，你这也太谦让，今天都输给我们2个多亿了，这还故意给我们送钱，这样不好啊！哈哈哈哈哈！老板，在我的地盘说话总客气点。哎，李公子别生气了啊！不过我看他不像是什么欠输头，倒像是被偷养的小白脸儿啊！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李公子，你确定真的让他上吗？好了，发牌吧。你行不行啊？试试呗，反正就只剩下几百万了，输了算我的。哼哼，哼。50万，真。年轻人，告诉你个道理，不要轻视你的对手，否则就是给你对手送钱。我就轻视你，怎么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姐夫，这个人送外号澳门鬼手，2年前来江城，打遍江城无敌手。他的剑术非常高明。他的剑术我比你更熟。
弃牌。小来小去的输赢有什么意思？要赢就赢大的。好了，就先到此为止吧。接下来，底注加到100万。好啊。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不看安排，似乎很相信运气。100万，跟。哇，这么小的牌，他居然敢梭哈？难道他的底牌是？梭哈，要不要考虑再加一点？好啊，加多少？再加5000万怎么样？拿5000万筹码来。等一下，帮我拿1个亿。我加1个亿。这把牌我是一个 K， 这小子想要赢我，安排必须是 A4，一对 A4，这可能吗？加注。这小子就是个新手，如果不是手上牌真的很大，是不敢这么玩的。还有他现在的动作，之前只有安排真的很重要的时候，这小子才会下意识的将手放在那儿。年轻人，太心急了，刚拿到大牌就急于帮你老板赢回输掉的钱。你要是不加这1个亿，而是听我的，只加5000万，那你就会多赢我5000。不跟了，弃牌。你底牌是 S 啊？哼，不是啊。红桃2。哎，沈老板，你找的这位高手好像胆量也不太小嘛！啊，是你不敢跟，怪我喽。哎呀，有意思。赢了这点钱就那么得意，殊不知你又一个玩牌的习惯被我抓住了，你离被我绝杀越来越近了。差不多了。可以了。这什么意思啊？姐，这个姚斌号称千面鬼手，会洞察人心，跟他玩，对手会逐渐被他摸透。当他觉得可以绝杀的时候，就会弄出这副游戏。今天就到这儿吧。别啊，我这牌运挺好的，
就等着绝杀他。不知死活！苏哈，哎呀，这时间也不早了，我还急着和女朋友去吃午饭呢，要不我们快一点？你什么意思？我这运气这么好，我除了跟你说话以外，我再加一个。又炸我？怎么？你觉得同样招数能用2次？听着，年轻人，今天你死定了！我说的。他怎么这么自信？现在看来，他的赢面的确很大，除非姐夫的底牌非常好，否则很难赢他。你帮我拿一下。什么？拿一下，有用，配合一下。是不是？来吧。一局定胜负。年轻人，你要知道，玩牌最忌讳的就是心浮气躁，输也好，赢也罢，要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不然你可走不远。你是在说教吗？我看得出来，其实你很有天赋，但年轻人有的问题你身上都有，耍小聪明，相信运气，玩牌的时候总有习惯性的动作，很容易被对手看出破绽来。问题有很多，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跟我到奥城去，拜我为师，我教你。哟，姚先生，这是要收徒啊？小子，这可是你的造物。这局牌还没结束呢，你们就急着说这些？没结束，那是在你看来，在我眼里，这局牌从一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你连暗牌都不看，这种打法闻所未闻，估计也只有你这种年轻人才干得出来。今天我就好好给你上。看到了，一对9还不大，但你我明面上的牌都一样，想赢我，整副牌里面就只有1张才可以。黑糖9，你觉得这样概率有多大？说真的，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看暗牌。你但凡看一眼，这局你就不可能跟。那现在都这样了，那你就只能认输了。哎呀，早知道刚才就跟拦住这看起来很靠谱，实际上又不那么靠谱的姐夫。明明可以见好就收，最后一把偏要玩这么大。李公子，你们李家家大业大，收这点小钱应该不会动怒吧？啊，新沈啊，你别得意，今儿我认栽，但是我告诉你，你说完了？哎呦，要不怎么说这年轻人就是不服输呢？怎么，你还真以为你那张底牌就是黑桃9啊？这东西真的有用吗？有用。又在故弄什么玄虚啊？哎，我说李公子，不是我说你，你找谁也别找这种不靠谱的年轻人。这不是俗话说吗？嘴上没毛，爱是泡牢。其实现在我可以给你机会，赌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现在把你的筹码拿走，然后滚出去，洗心革面，还有机会。哎呦，李公子，你这是在哪儿找的奇葩啊？都到这个时候了，让你们撤，让我们撤啊！先生，说人不说证据证据。好了，多说无益，开牌吧。那
就不好意思了。我还真是。不可能！你真以为我不看安排？我有说过我不看吗？你看牌了？不可能！你什么时候看的牌？那你觉得我为什么从第1局牌一直到第38局，每局都要将牌正一下，再决定看不看牌？是为了什么？你们这些老家伙总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比如说你，太自负。你真的以为通过几局简单的牌就能够看清楚我的打法吗？如果说我都是演戏给你看，那个时候就已经……但不可能啊！我堂堂鬼手都没有发现你看牌，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么快？因为我不是你姐，而且是在同一天活了1000年。怪我？你真的以为我相信运气？你真的以为我打法上的破绽，我心态上的破绽，就真的是我的破绽？你真的以为我习惯性的这些小动作，这真的是我的习惯？你真的以为我之前炸过你一次，我就喜欢冒险，我这次还会炸你？说到底，被看穿一切的人是你，就你这样，还想做我师傅？你配吗？这是一个局，从你坐在这第一把就开始，就一直在布置，神态、你的动作都是演的，全都是假的，都在为最后一局做铺垫。你到底是何方神圣？神了呀，简直神了呀！这么小的牌，居然也可以赢大钱！姐夫，你到底是什么样的高手啊？他不只是要赢钱，他更是要摧毁这个2城元首的体系。站住！沈老板，愿赌服输啊！你不会想跑吧？那怎么可能啊？这不是这一把就输了1亿9千万？你总给我点时间，我回去好好筹钱嘛，不是？料你也不敢。走吧，且慢。哎，这个意思啊？啊，李公子，我是在这儿输了钱，这怎么还不让走了呢？啊，这是准备让我输多少？你们李家这也太狂了吧！为什么不让走？那要问你们自己了。哎，干什么？放开我！你放开！别动！你在第35局将一张黑塔威藏在了你的袖口里，你以为我没看见？我之所以没拆穿，是因为还没用。沈老板，你的人坏了规矩，知道什么后果？好你个姓沈的，搞半天是你的人出钱耍老子，他妈当我吃素了！李公子，误会，真的是误会啊！这都是他自己的主意，他跟我没关系啊，没关系。是吗？干什么？要干什么？第一天出老千，剁手！你什么意思啊？刚才那一下，什么感觉？感觉我这辈子要完了。还有呢？还有，我自不量力，不该跟你赌最后一把。只是最后一把。不，每一局你的实力远在我之上，从头到尾都是老叟西顽童，我不该和你赌。
我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错了，你不是不该跟我赌，而是从一开始就不该赌。你知道赌术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什么？不赌。10赌10诈，不赌不赢。10赌10诈，不赌为赢。您这句话真是让我醍醐灌顶。亏我还沉迷于签术之中，而您早已脱出桎梏，使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不该和您作对。从今天开始，我退出赌盘，再也不赌了。切，没看错吧？心高气傲的千面鬼手，居然给姐夫跪下臣服。这很难吗？姐，你不是这道上，你自然不知道。像他这种人，就算是死也不会认错。可是姐夫竟然3言2语就让他……姐，到底给我找了一个什么样的神仙姐夫？你行不行？是他，就是他，让我用剑术砸场。沈老板，怎么说？哎呀，李公子啊，是我错了，我再也不干了，我再也不干了！你饶了我，你饶了我吧！姐夫，你看，你来处理就好。接着，别在会所里闹得太难看。那行，快去。砍人手的感觉爽吗？没感觉。吴晨，你是不是杀过人？为什么这么问？看得出来，如果不是那姚斌还有点利用价值，你那刀真的会下去。而且你根本不在乎那一刀下去是死是活。你想太多了。走了，休息一下。你弟弟还蛮有品味的，崔如琢的荷花有点意思。他有个屁的品味，附庸风雅，都是给带来的那些重要客户看的，你哪懂这些？怎么，你还懂艺术品？可惜这画是假的，真迹应该在香城的一位收藏家手里。阿泰处理事情还要一会儿，先喝点什么？香槟吧，2000年份的，你最喜欢那款，谢谢。我帮你吧。这还是我第一次给别人倒酒。荣幸。姐，都安排好了。嘘。哎，这小曲儿好像挺出名啊。越熟越难弹。没想到我姐夫还会弹钢琴，水平还这么……好美的音乐，好久没有如此放松了。你们不弹了？这下琴该调音了，等调好了，我们一起弹。你这是谁撩我？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你是一个情报商人，你自己说的，我真快相信，因为你知道太多事儿。我也相信你是了解我的，知道我学过钢琴，所以你弹了钢琴，还选了我最喜欢的香槟。李老板，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拜托你别太自恋了，我们之间是合作的关系，不是吗？你给了我2000万，所以我才会来到这里。我这个人啊，对客户一向很认真。如果你觉得我是在撩你的话，随你。所以你把我当做客户，你只是为了让客户舒心。有什么问题吗？
难道你会对你的合作伙伴板这张严肃脸？你开心，我开心，大家都开心，我才能赚更多的钱，不是吗？你们也太久了吧，姐，你们腻着吧，我有事先走了啊。阿泰有事先走了，我们去吃饭。好。江城角色双姝之一苏清莹。老公，再来一次好不好？But suddenly you came like a flood and make me go. You got me floating through the air like I've never done before. Without it suffocating slow. 既然这么巧遇上了，就先撩他一下吧。在干什么？没什么，走吧。喂，芊芊，我真的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你少来！我觉得你和万丽2个好朋友，他说不是他搞的骗局，那不是你还是谁啊？随便你信不信吧，我还有发布会，我先挂了。等等，你最好把他联系方式给我吧。这个混蛋，睡了我不管不顾的渣男！喂，明月几时有？是你吧？第一次见到真人，你比新闻上还要漂亮许多。你是谁？这个名字应该只有我自己知道。苏小姐，我没有恶意，你的事情我不会泄露的，请安心，误会了。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谁告诉你的？我一定会查到你的。傻姑娘，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被我耍得团团转。很快，你就会主动约我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都瞒着我？哟，老品轩，江城老板默认的聚餐点，你把我带到这儿来，是想介绍老板给我认识？你今天帮了阿泰大忙，这是给你的报酬。跟我来。这人谁呀？竟然能出现在李总的身边？各位，这是我男朋友吴晨，大家认识一下。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品味不错。哎呦，这不是李小姐吗？好久不见呐！哟，怎么着，还带着个小白脸来聚餐呢？刘彩秀今年32岁，刘家村人，7年前嫁给东海聚力集团董事长卢广烈，生了一个儿子。在丈夫的帮助下，经营彩妆生意，和李若冰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鲁夫人，我的事儿好像轮不到你来管吧？瞧我这张嘴啊，不会说话了。不过你这个男朋友长得脸也太嫩了，你要不说，我还以为你包养了个小白脸呢。不过话又说回来，
就算不是小白脸儿，李小姐，你这年纪也算是老牛吃嫩草了吧？什么意思啊？若冰，衣服乱了。我知道她的丈夫卢广年是你的前辈兼好友，而且也是我们江城地头蛇级别的1号人物。为了这么一个蠢女人和他把关系搞坏，不值得。交给我。哎呦，李小姐，这大庭广众之下说什么悄悄话呢？有什么话直接说出来，也让大伙儿听听你有多不要脸。哎呦，您这是脸上玻尿酸打多了，打上头了吧？搞得像个泼妇一样，影响到大家用餐了。小白脸，你说什么？我说错了吗？那不是打上头了，而是动下巴整容的时候伤到神经了。难道不成是开眼角的时候把脑子搞坏掉了吗？你给我闭嘴！我没有整过容。我懂，我都懂。像你这种整过容的女人，最在意的就是别人说你整过容。可我就搞不明白了，既然你这么在意，那为什么还要有事没事的作死？你说什么你？我这个人啊，平时呢一般不会轻易的揭露别人的丑事，不过像你这种蠢女人，我绝不饶。李小姐，你还不管我家小白脸？等一下，我怎么突然觉得你这么眼熟呢？你以前是不是在哪家洗浴中心干过？你才在洗浴中心干过，你们全都在洗浴中心干过，你什么玩意儿的东西！女士，注意一下您的素质，素质。在座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您能出现在这里，说明您也是个有身份的。可不可以不要把以前做鸡的坏模样带到这里？好啊，你敢污蔑我、诽谤我，老娘我弄死你！卢夫人，您冷静。扫开！滚蛋！笑，我们吵起来了。哎呦，老公，这个小白脸他骂我，他说我长得丑，说我整过容，还说我当过鸡。李老板，你朋友啊？李老板，你朋友啊？这是我男朋友，尊夫人口中的小白脸。男朋友？什么男朋友？就是小白脸。你都30岁了不结婚，找了个20岁的，不是小白脸是啥？我说错了吗？说的太难听了。老公，是他们先欺负我的，他们一块儿欺负我。我替你解决，你别说谎啊！小白脸，别以为傍上李若冰就了不起。哼，今天老娘让你横着出去。鲁老板，自我介绍一下，吴晨。儿子，很好查的，给你3分钟结束这场闹剧吧。你这样挑衅卢广年会出事儿的。关心我？死了算了。哼，小白脸，在我老公面前装，还敢命令我老公，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是不是？老公，你看他这个小白脸都不把你放在眼里。这个家伙根本都不知道卢广年的手段。是呀，这卢广年呀，白手起家，是咱江城头号地毒蛇，连李家、韦家这种大家族呀都不会轻易得罪。他一个小白脸还敢翻天了？等着吧，李若冰不会为了一个小白脸跟卢广年翻脸的。这小白脸啊，死定了！小白脸，你可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倒要看看，惹恼了我老公，你今天怎么死！你昨天下午去哪儿了？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呀？不是老公，他欺负我，你得替我收拾他。我问你昨天下午去哪儿了？我在公司呀，我在办公室啊，我跟我哥一直在一起，我们俩讨论了一下午的推广方案。
你和你堂哥昨天下午一直在公司。对呀，我们一直在办公室，一直到下班。不信你问我哥。好，我知道。老公，我的脸都肿了，我回去怎么跟我哥说呀？赶紧给我讨个公道啊！是要讨回个公道。还喝？你马上就要被我老公弄死了！小白脸，叫你不知天高地厚，竟敢招惹我！动手吧。老公，你听到没？他认输了，他让咱们动手，弄死他！小兄弟，啊不，吴先生，你救了我卢广年一命，日后但有任何差遣，我卢广年无有不从。好说，好说。这是什么情况呀？对呀，这不是卢广年的性格。到底跟他说了什么？他这么高的人，跟你斗线？你儿子是刘立刚的车，他跟刘彩秀不是堂兄妹，就没有血缘关系，那些都是骗你的。你儿子长得不像你这件事情，你已经知道了对吧？刘彩秀原名叫做刘丽娟，她跟刘立刚都是泗水镇刘家村的人，她是刘立刚带出来的，她也真做过戏。她之所以出现在你身边，是刘立刚做的局。整个东海都知道你无法生育，所以他们出现在你身边，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图你的家产。你要是还不信的，一会儿你可以问下他，昨天下午在哪里？他是和刘立刚在一起，至于做了什么，不用我多说了吧，很好查的。不是，老公，你为什么打我呀？是他先骂我的，你却打我，你是不爱我了吗？你是不爱我跟儿子了吗？啊！老公，你为什么要打我呀？你们把夫人带回去，别让她出门，让她好好反省反省。不是，哎，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不好意思啊，各位，让大家见笑了。贱内被我宠坏了，不懂事儿，打扰了今天大家晚饭的兴致，对不住啊，对不住。李老板，今天的事儿啊，真的是十分抱歉。这样，你和吴先生今天所有的消费都算在我卢广年的账上。来，再上2瓶茅台。老哥，您太客气了。这哪是客气啊，你是救了哥哥的命啊！你不解释解释吗？这种事情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吗？还是弟弟想的周到，这做哥哥的真的是感谢。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若冰吧，我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出手的。若冰啊，什么话也不说了，下个月你和我的那个项目，我再让你一个点。广年哥客气了。那这样，我先回去处理这些事儿，咱们回头见啊。你越来越能给我惊喜。不用谢我，多加钱就行。李小姐对她男朋友笑了，我的妈呀！让鲁哥低头，让李小姐倾心，这是个什么男人？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吧，是他老是他摆的包子，就是这样。难怪打那么狠。不过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我跟你说过啊，我是做情报的。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吗？如果说是东海市的话，确实没有。那我呢？你知道我全部的秘密吗？
当然，比如我知道曾经有女孩追求过你，还有你大腿内侧蝴蝶袖的胎记，还有你脚底板有一颗痣，还需要技术处理。你专门调查过我啊？你看那个鸟，她叫杜柔，23岁，东九集团老板杜峰的小女儿，身高168，三围75、55、82，穿38码的鞋，素食主义。今年3月份刚刚结婚。那后面那个女士叫做郝露，32岁，长兴实业公关部的经理，离婚了，有一个8岁的儿子。但是他常年与长兴实业的副总杨宝元保持不正当的关系。还有他对面那个，你赢了。你知道吗？让你这种性格的女人说出“赢了”3个字，真不容易。怎么？还有我奖励你？我当然会。你让我觉得越来越有趣了。李若冰，你还不明白吗？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产生好奇的开始，就是她沦陷的征兆。有人跟踪。金荣的人？不知道，不过除了他，谁会这么有病？亲爱的，又演戏。Wonder who told you that looking for someone to satisfy my couldn't even 毒品啊，说我怎么接？我就是要气死丁荣那个狗洋洋的。怎么了？别动，只是觉得你有问题，还要再练，这样可不够气人。那又怎么样？像这样，懂了吗？晚安，好梦。你也好吗？开车回去，路上慢点，注意安全。丽丽，我肚子好饿，我们晚上都没吃东西，要不我们别等了，我们去吃点东西吧。不行，我们今天必须要找到那个骗子，我还不信他不回家了。如果他一回来，我们就拉住他，然后报警。谁让这个骗子敢骗你身子的？可我是自愿的呀。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都好刺激啊！你是不是？天天，你是不是傻了？你怎么还帮骗子说话呢？你的第一次就给了一个满嘴胡话的骗子，你甘心吗？你不委屈啊？不委屈啊。芊芊，我看你是真傻了，被别人骗了还帮着别人数钱。让我看看是什么样的男人能把你迷成这样。我这样男人怎么了？芊芊，就他，长得油头粉面，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呀，穿的还是名牌西装，不知道哪来的山寨货。刚刚又去骗哪个小姑娘？混蛋骗子！哎，既然说我是个骗子，那你们两个小姑娘还敢冒冒失失的过来，不怕我把你们抓起来，然后做点什么？你什么意思啊？你要干什么？
你说我想干什么呀？你别过来啊！你知道我爸是谁吗？你爸是万建民，我知道，不用你说。可是这远水解不了近渴，他非不过来找你。你离我远点啊！我警告你，你走开啊！我又没邀请你，这是你自己送上门的。你别过来啊！我可是练过的，我就回个家而已，早晚一下。你这个骗子，你不做点什么？我干什么？你与其关心我是不是骗子，不如关心一下你自己。你真以为你是胡小伟唯一的女朋友？你说胡小伟，你怎么知道他的？你个傻姑娘，胡小伟4天前就已经回到了东海。他昨天先去找了他福源路19号的女朋友，然后找了几个狐朋狗友，洗浴、KTV、会所，玩了整整2天。之所以昨天晚上突然找你，那是他没钱了。你放屁！那你就不能给他打电话问问他，你跟芊芊出来多久了？他现在在家吗？他就不能你出去以后再出去找个女人玩一玩吗？他之所以去找你，是因为你给他钱，知道吗？你给我等着！你敢说小伟的坏话？芊芊，我现在就给你证实一下，这个男人就是一个骗子！喂，宝贝，在家吗？在啊。怎么，宝贝，你要回家了吗？你想吃什么？我现在下楼给你买。宝贝，你帮我去卧室看一下呗。那个抽屉里的第1层有1万块钱，你帮我看看第1张的编号是什么？啊？1万块钱？这抽屉里有啊。快点，我跟芊芊打赌呢。我现在正在上厕所，你稍微等我一下啊。小伟，你他妈是不是不在家？你骗我是不是？你跟哪个骚狐狸鬼混呢？好，他以后不会再跟你联系。混蛋！难道你不是骗子吗？你怎么知道这些？谁说我是骗子了？好了，赶紧去抓奸吧，我还得跟芊芊取经。芊芊，我们是来抓骗子的，你给他投怀送抱干什么呀？算了，先去抓奸，回来再收拾你这个骗子。偷看什么？没什么。我是说，想看，咱们就正大光明的干。混蛋，昨天晚上。不行，我撑不住。何俊然晕过去了，这也太丢人了吧！这家伙人呢？又跑了，混蛋！都这样了，竟然连个联系方式都不肯留给我。这是我的号码。算你还有良心。喂，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你快来公司，出大事了。好，我知道了。吴先生，总裁在等你。那個叫做正義，那個戰無不勝，對錯正邪卻難定。抢救过来了吗？目前情况怎么样？几个月？那意思是发布会他来不了了。好，我明白了。谁受伤了？邓勋雅，车祸。他是你的产品代言人吧？丁瑞龙做的。你都知道？这个丁瑞龙近几年一直在阻碍你，尤其是你们公司找代言人的事情。你们公司换彩，前几年找的都是一些2线、3线，以及一些过气的明星，一直到2个月以前，你才秘密地谈下了邓勋雅。没错，按照我的计划，新品发布时，我会将邓勋雅推到台前，让产品一炮而红。可如今，昨天我帮你找到了叛徒，丁瑞龙就知道窃取产品资料的计划败了。今天邓轩雅就出了车祸，所以这邓轩雅就没有办法为你站台，也没办法继续参与拍摄工作。你看到很多。其实啊，这几年你和丁瑞龙的对垒之中，你之所以一直处于弱势，归根到底不是你个人能力有问题，而是丁家还有你们李家全都支持他，你孤军奋战。你有丁瑞龙的黑料吗？怎么，你要搞他？可以啊，我帮你。你真的有丁瑞龙的黑料？有，很致命那种。开个价吧。我不能给你。你耍我？别激动，咱们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头。你是知道这大家族的能量的，就算我给了你他的黑料，你也扳不倒他，因为不仅仅丁家会帮他，就连你的李家也会帮他。你觉得以你现在的能力，能对抗你的家族吗？还有丁家呢？也对，是我考虑不周，但是距离新品发布只有14天。这不是难点，难点在于丁瑞龙一直从中作梗，你前脚刚把明星的经纪人谈了下来，他丁瑞龙后脚就直接找到经纪人公司的老板当面谈，那明星就毁了，反正又没有签合同，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了。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很多次了。所以说，李老板，你要不要雇佣我帮你找？你能找到什么人？陶曼阳。不可能，没什么不可能。她可是当红炸子鸡，金马奖影后，湘江金像奖影后，金鸡百花影后，是娱乐圈当之无愧的一姐。就算是丁瑞龙找她签约，都不可能答应。你说你呢？能啊，而且很简单，1天时间足。你认识他？不认识。不认识？你说什么？不认识可以认识的，1天时间够了。陶曼颖现在人在国外，不关注我，还去东南亚拍戏，已经有3、4个月的时间。现在人在泰国，你就算消息再灵通又能怎么样？你连他人都见不到，还1天。你要是能做到，你就是神仙。哎呀，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要不咱俩赌个手？赌什么能让你闭嘴，别再烦我？就赌，明天我能让陶曼阳出现在你的办公室里，确认和你签约的事情。如果我赌输了，我倒给你2000万。那你赢了呢？如果我赢了的话，你要先给我2000万，这是你雇佣我帮你找人的费用，不是我赢的。所以你到底想赌什么？我想赌，你别吃醋。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如果说我有别的女人的话，你别吃我醋。我吃哪门子醋？我们2个假装情侣，我又没爱上你，你爱找个女人找去呗，我无权干涉。你现在没爱上我，不代表将来不会爱上你。好，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帮你找人去。莫名其妙，看来你也不是无所谓。
李公子，姐夫，事情我都听说了，你想让我们怎么帮忙？不过我们家族的底蕴你是知道的，我们不敢直接出手。这么小的事情用不着这么忙。你把你手里王状也给我，再给我准备2枪。这就行了。姐夫，你是不是有所不知啊？这陶曼影去年光是代言费就整整2个亿，今年还拿了大满贯全奖，身价更是暴涨。这2、3万，怕是不够他打水漂的。让你做你就做，怎么不信你姐夫？我信，姐夫，我相信你。那我钱事儿就该到你了。想好吧。14天，距离发布会我们只剩14天的时间。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什么手段，代言人一定得找到。都哑巴了是吗？说话。老板，其实我觉得，如果您能放低一些对代言人的要求的话，不可能。从研发到生产，各种准备，我们足足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那是我们2年的心血，绝不能将就。那就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喂，谁？你说谁来了？老板，是陶曼影，他说跟吴先生约好了，要来做咱们的代言人。干什么呢？老板来了，这是李小姐吧？她的月号都有代码。刚刚听你说你是跟吴晨约好的。是啊，怎么，吴先生没有跟你说吗？还真是他找来的，1天啊不，1天都没到，他就做到了。可能忘了吧，我给他打个电话。喂，亲爱的，陶小姐到了，我跟你说一声。哦，这家伙还跟我身上挤。亲爱的，我先忙。李总跟你男朋友真是恩爱啊，好让人羡慕。那我们谈谈合同的事情。吴总都跟我说了，就按友情价就行，太多了我也不能要，毕竟吴先生会说我的。吴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亲。拜拜。你在哪儿呢？来趟公司。没时间，忙着呢。中午吧。你在哪儿啊？先生，这样舒服吗？到底在哪儿？你怎么有点激动啊？吃错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去找女人？看你真是火气挺大呀！哎呀，我还年轻呢。你什么时候能来公司？这才刚来1个小时，还要1个小时吧？是我。是。合同签了。看着我干嘛？我脸上开花了。你为什么要去找那种女人？还先生舒服，不恶心吗？你不怕得病吗？管得还挺宽的，真吃醋了。我怕你得病短命啊！咱俩还得继续演戏，我吃哪门子饭？说说吧，今天到底怎么回事？想知道？告诉你，很简单，3个字：打游戏。
我没在跟你开玩笑。我也没和你开玩笑。你是不知道，这个陶曼影是个资深的格斗游戏迷，发烧友。我连赢了7局，我就算想睡他，他都心甘情愿。何况只是现在。就这么简单？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这道理你懂啊？你到底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情报？这是喂，阿泰。什么？好，我知道了。阿凯说，金福集团苏家在查你。苏家吗？哼，看来是小妮子终于行动。小妮子，又是你哪个女人？男人的事儿，女人别管。别忘了，咱俩赌约，你不许吃醋。吴晨，你是不是真觉得我拿你没办法？我没说过。你不会真爱上我了吧？你别自作多情了。真的不心动吗？你既不是我认识女人里最漂亮的，也不是最有钱的，还成天摆着一张性冷淡一样的臭脸，生人勿近的气场，猫起来你都懂。你是从哪儿来的自信，觉得我会爱上你？听你这意思，你女人很多呗，个个都是倾国倾城的大美，对吧？女人啊，以前是不少，现在还好吧？都比我漂亮。有比你漂亮的，比如说苏青怡。你说谁？苏家大小姐苏青怡，就是那个和你并称500年难得一见美人的苏青怡。你说你睡过苏青怡？现在来说还没睡，不过我想睡就是。啊，看你这表情，不信啊？那要不要跟我再打个赌？赌什么？就赌我3天之内让苏青怡成为我的女人，跟我一辈子那种。苏青怡，苏家乖乖女，从未有过任何越矩行为，你3天要拿下她？没错，如果我输了，我任你处置；如果我赢了，我要你随时听命，为我100次怎么？吴晨，找死啊你！怕赌输了，那不赌就不赌了。好，我赌，如果输了，愿赌服输。你就等会。等等。既然是我男朋友，出门在外就不能给我丢脸。李老板，你真是越来越懂女朋友的流程了。怎么，越来越对我感兴趣了？对啊，对你很感兴趣。我真想一层一层把你剥开，看看你的心、你的脑子究竟怎么着。你永远都对自己这么有自信吗？答对了。死鸭子嘴硬。苏青颖，像她那样的乖乖女，不可能臣服。你就等着向我俯首称臣吧。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喂，吴先生是吗？我是苏青颖，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见一面，约个时间吧。谁的电话？怎么，不许女人给我打电话？吃醋了？
我不是跟你打赌输了吗？不能吃醋的。那你还在乎是不是？好奇，不行吗？你有这么强的好奇心吗？这都不像你，你还关心其他人的命。我有好奇心啊，比如我现在就对你很感兴趣。Is this perfect timing? Why don't you stay here tonight? Why don't you stay here tonight? 你怎么不推开我？我为什么要推开你？你不是一直表现的不喜欢我，不会爱上我，甚至还故意贬低我？那你干嘛不推开我，去找你那些比我漂亮、比我有钱的？你自己主动送上来的，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算了，嘴硬吧你。我还要处理公司的事情，你可以走了。好的，李老板。哎，苏小姐，我觉得咱们两个就没有必要再见面了。我说了，你放心，你的事情我不会跟别人说。不，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必要见一面，有些事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但是我想你可能误会了。对我这么不放心啊？那行吧，明天上午9点，汤沙会所，不见不散。成。球打得不错，有我1%的水平。那件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是怎么知道的不重要，每个人都有秘密，每个人都害怕被别人知道，但知道秘密的过程并不是关键。开个价吧。开什么价？你以为我在敲诈？你不收钱，我难以安心。收了钱就真成敲诈。你放心，我答应过你，我不会跟别人说的。你就这么一说，我如何相信你？你应该知道，那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很严重。如果一旦被爆出来，我的名誉会毁于一旦，甚至我的家族会蒙羞。还有，我爸的身体经不起折腾。所以，你是在威胁我，故意把事情说的这么严重？不是我说的严重，而是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严重。球不是这么打，别总想着发泄压力。要想打得远，我教你。你干什么？你先放开我！你不是想让我保守秘密吗？那现在，我就让你相信我。你什么意思？你先放开我再说。你说，如果李若冰知道我们这么亲密的话，我会怎么？我懂了。哎，这男人谁呀？看着跟大小姐很亲密的样子。难道大小姐秘密的谈恋爱了？你就不怕我跟李若冰打电话告你的状？怕呀。所以你不说，我不说，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结果。这样，你就不怕我泄密了吧？哎，你怎么做到的？记住，就是这么，你那种只靠发泄的反射方式，
不考虑技巧，只靠本事。可能刚开始会觉得很痛苦，不过球打得多了，非但不会打痛，甚至会只之前，你就会很难受。这发泄压力的效果就没那么好。来，试试。其实你打球没什么大问题，只是有点小问题需要纠正。你看我这打球，收一点，收一点。你以前教练是这么教你的？来，这样，注意右腿的膝盖，注意弯曲的幅度。试试。我说了，收一点，收一点。你是有骨盆前倾吗？有病就去治。再试。喂，夫人，是我。小姐在堂沙打球，刚刚那男的抱了她，还摸了她屁股。好的，夫人。夫人说让咱俩先守着，一会儿她亲自过来。如果这男的离开了，你就追上他。你到底让我说多少次？收一点，收一点。显得你很俏吗？我知道了。真是服了你，不打了。哎，等一下，你是有什么急事吗？倒是没什么急事，只是我估计你母亲已经派人来抓我。那怎么办啊？跑呗，先跑，别让人堵着了。你要跟我一起跑？我跟你一起。好啊。你也不想一直做个乖乖女，家族的提线木偶，活下去。你已经27岁，不是7岁。可是我反抗必须得有第一次，正如你曾经在论坛的帖子中写的一样，你活得太累了，你应该放下包袱，你应该勇敢地迈出反抗的第一步。既然不想做乖乖女，那就从今天开始反抗。你怎么什么都知道？3、2。等一下，我跟你一起跑。对，好。大小姐，大小姐，等等我们，兄弟们，追！大小姐，喂，夫人，大小姐跟那男的跑了。什么？你个废物，还不快追！好。害怕吗？不怕，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刺激过。果然，压抑越多，反弹就越乖的，疯起来就越疯。你可以考虑做一天自己。喂，妈。苏清影，我是怎么教你的？我把你养这么大，是为了让你跟男人跑的。你的矜持呢？你的教养呢？真是让我太失望了。苏清影，我告诉你，你给我回来！现在，立刻，马上！
喂，说话呀！怎么不说话？让我装哑巴是吧？我再告诉你一遍，你别忘了自己姓什么。你干出这种蠢事，还要不要脸见人了？你自己的人生自己说了算。妈，我是人，活生生的人，不是你的木偶。你说什么？我要做自己。我估计啊，你母亲会发动整个苏家的力量来找咱俩。他怕丢脸，不会大张旗鼓的。哦，那按照你这么说，你不怕我把你拐走，卖掉了？那又怎么样呢？从来都没有人敢接近我，我一直都活在光芒里，一个人。我妈只希望我活成她想象中的样子，永远优秀，永远比昨天更优秀。但是她从来没有问过我，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明白你是故意的，但是我也知道，你可能是我唯一的希望。不过，你这个人让我感觉很舒服，真的。恭喜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是李若冰的男朋友，所以今天的事情，你不敢让他知道，对吧？好，所以我要留下把柄。我后悔，我早就说了。And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I'm coming for you. 我们接下来去哪？你想去？你说去哪就去哪。好，那就去我家，把刺激贯彻到底。出发！准备好了吗？亲爱的老公，把我变成最坏、最出格的女人吧。如你所愿。Is that blood on me or blush? So sav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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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阿泰，他们找到你那儿了？姐夫，你都知道了。苏家嘛，你怎么说的？就是说你是我姐夫呗，说你跟我姐马上就要结婚了。姐夫，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刚刚苏夫人这语气，感觉火气挺大呀。行，没事，我知道。姐夫，你别给我藏着掖着啊！有事你说话，我帮你扛着。咱是一家人，别跟我客气。没事的，小问题。你觉得我会有事吗？姐夫，我当然相信你了，但这次可是苏家的，苏家他真没事。你不管了，我来解决。先关了。老公，我是不是跟你惹祸了？没有，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其实你不用给我打电话的，刚才阿泰都跟我说了。你那儿到底什么情况？想知道？稍等，来说句话。说什么？你身边有人？没事，说吧，想说什么说什么，不用管他知不知道你是谁。老公，这是谁啊？真的没关系啊。老公，老公，何止是老公，在之前的4个小时里，他可是什么都叫过，或者说这乖乖女反差起来，真的特别放不开。吴晨，他是谁？想知道啊？那你自己问就好，没关系的。喂，你好，请问你是？我是李若冰。没事，别慌，继续说。你好，李小姐，我们之前见过，在商务宴会上面。你是苏心怡？我是。你为什么会跟吴晨在一起？你们什么关系？我们是朋友，在谈工作。是朋友叫老公？你骗谁呢？这个李小姐，你是不是听错了？我没那样叫啊。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你要不要再想想？是我听错了。苏心怡这样的乖乖女，确实不可能说出那种话。把手机还给吴晨。你在哪儿？老房子。你别走，你别走啊！哎，这急性子，这是急着杀过来找我算账。不过等他过来，应该很有意思。你不怕他？静瑶，其实我跟李若冰不是真的男女朋友，这是我们2个秘密。我知道了，你们不是真的情侣。对，这件事情只有我和李若冰2个人知道，连他亲弟弟都不知道，所以还希望你帮我保守秘密。放心吧，我是不会说出去的，不是在给自己找事儿吗？所以你之前跟我说的都是骗我的，你说的把柄都是假的，你根本就不怕李若冰。后悔了？当然不是，我还要谢谢你帮我跨出这一步，让我有勇气去对抗我的母亲。刚才那4个小时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4个小时，也是我这27年的人生里最惬意、最舒适、最自在的一天。我感觉我再也离不开你了，你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主人。好了，乖，咱们起床换衣服吧。李若冰一会儿来。那你能不能不要把我的秘密告诉他？我们2个就偷偷的恋爱就行。再说了，你们也不是真正的男女朋友，我这样不算是个他抢男人吧？不算。我最爱你了，老公。傻丫头，你还是嫩了。你不知道李若冰与我情侣关系虽然是紧，但已经朝着假戏真做的方向发展。
不给我个解释吗？啊？害人呢？老公，李小姐来了吗？李小姐，好久不见。苏小姐，好久不见。这不可能，苏青已是百亿千金，是人间绝色。做饭，她在给吴成做饭。老公，你们先聊，我再炒个菜，一会儿就能吃饭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你不觉得诡异吗？哪里诡异？我女人给我做饭，不正常吗？你女人？怎么成你女人啊？什么时候的事？哦，好热呀！我穿着这个运动服，还戴着围裙，都出汗了。你有没有衣服让我换一下？有点旧衣服，但是干净。好，我去换。老公，衣服洗好了，我晾哪儿啊？阳台。这衣服也是他洗？怎么了？全都破了。老公，你快尝尝，我都好久没做饭了，你快尝尝咸不咸？刚刚好。李小姐，你也吃啊，快尝尝。苏小姐，你跟吴晨在一起多久了？我们算是一见钟情吧。爱情是不讲道理的，从我遇见他的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他是我命中注定的人。你教他的说辞？回信算了。对了，李小姐，你跟我老公的事情他都告诉我了，你们不是真的情侣关系，对吧？李小姐，你放心，我是不会说出去的，但是我也希望你可以替我们保密，我们恋爱的事情还不想被外界知道。李小姐，你别生气嘛，你放心，你们可以继续把戏演下去，就算是在公开场合有一些亲密的举动，我也不会介意的。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李小姐，你应该理解我老公，你们的情侣关系是假的，他配合你演戏，但是你总不能让他因为你就不恋爱吧？我们在一起恋爱，他为了避免误会，把这些都告诉我，也是应该的，你说对吧？一口一个，我老公，他是在向我示威吗？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种话听起来那么刺耳？老公，吃虾。真香。给你的，吃虾。不是爱吃吗？多吃点。不是爱吃吗？多吃点。苏小姐，你也吃。Lady Go！ 李小姐是吃饱了呀，怎么不多吃点？我饱了，谢谢你们款待，你们吃就好。粗茶淡饭而已，算得上什么款待啊？本来我老公说了，等你来了就出去到饭店吃。我觉得既然你都到家里来，我来做就好了。待客的最高礼仪就是家宴，你是客人，我们还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见面，所以李小姐能满意就好。家宴 Round
客人。苏小姐可真是有女主人的自觉呀！哪里的话，我只是做好一个妻子分内的事情罢了。你们还没结婚呢。Round 3，李小姐跟我老公更是假的男女朋友。老公，吃虾。哎，你看我都笨死了，这都脏了。老公，吃这个。这比上一样好吃。都吃饱了？吃饱了，收拾碗筷吧。都听我老公的。到底搞什么鬼啊？输了就输了，问这么多干什么？你就为了赢我，就得罪苏家，真敢干啊！所以怎么做到的？哎呦，我这脖子怎么这么酸呢？折腾了大半天的时间，浑身酸。按照赌约，你也得帮我按。你可真会挑食。我按。那你是要在这儿按，还是去卧室啊？怎么了？怕你女朋友的头衔被抢，准备进宫了？你到底按吧？按，我当然按了。去卧室。老公，慢点。哎，老公，你居然在做按摩？这不可能啊！女王李若边居然……舒服吗？静静，我累了，先歇会儿，我们一会儿就好了。我的真命天子，居然连女王李若边都敢找我！老公，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强大呢。老公，你真棒。这女怎么回事？她神经病啊！怎么可能？乖乖女，叛逆起来没边儿啊！是你？你用了什么手段拿下她的？还让她爱你爱到不接有其他女人？静静，家里好像没有什么生鲜了，你帮我买一点回来。好。不打算解释一下吗，吴晨？你给我1个亿，我告诉你真相。有意思吗？有意思，特别有意思，真的。你不说，我会查。随便。好，我不问你苏青雨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现在你要怎么办？据我所知，苏家只招赘婿。你不会以为
我是那种会入睡的男人吗？那怎么办呢？分手，再也不见。那就算分手，苏家也不会。没错，所以只能搞定苏家。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苏家的势力，就连我李家都要忌惮三分。你孤家寡人，拿什么搞定他们？你觉得这是一个死局？死局无解。等等，你怎么可能会给自己留一个死局呢？你真聪明，终于想到。连这种局你都能破，真苦。如果我是你的敌人，可能都被你玩死100次了吧。喂，老公，我看到我家里人找过来了，就在巷子里，在你的车旁边。没事的，我们这就过去，你等着我们。你老公真的可以吗？放心吧，我来处理。苏家的人过来了，我们下去。你不怕他们找来，还敢等他们来？你不用套我的话，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如果说今天下午你没给我打电话，也没过来的话，我会直接在下午3点之前带着苏清影出去吃个饭什么的，这样他们就找不到我。可是既然你过来了，我也就不用，明白了？果然，我也在你的局里，真好奇，你计算到哪里了？走吧，下去亲眼见识下。我不喜欢这种感觉，什么感觉？一种你算计一切，也算计我的感觉。什么叫做算计啊？别把话说这么难听了。你要不跟我打赌的话，你会输吗？那你怪谁？真的很讨厌。李若冰，你在跟我撒娇？我扇你个大头鬼！我说李若冰，你什么时候学会掐人了？像个小女孩一样。真爱上我？我手贱些了。青影，我闹够了吧？苏夫人，您怕是误会了。厉小姐，我不知道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不打招呼就让你的男朋友吴先生强行带走我的女儿？或许我应该咨询一下我的律师。那这事儿你就得问他了。吴先生很有手段，傍上李小姐，但即便如此，也要给我一个解释。给你个解释，你还不够格。你说什么？厉小姐，你这位男朋友实在是太放肆了，你要是不管，就由我来。你确定玩这么大吗？不怕玩开啊？不怕。江家、陈家、王家，这些都是江城权贵。我